我最愛的一件玩具。儲物箱底捲伏着一具銀灰色的身影，我的 Y20龍魂戰機無翼，它失去雙腿的軀幹像褪色的騎士，塑料接縫處泛着歲月的塵埃。我輕輕吹開積灰，他頭盔上的探測鏡竟閃過一抹微光，仿若沉睡的路友眨了眨眼。此刻細看才發現，空蕩的腿部接口處是那年弟弟失手摔落時，我慌亂中踩碎的唯一證明。6歲生日那日，我像隻壁虎緊貼模型店的玻璃櫥窗，父親突然將我抱起在前臂上，說：選出你最想要的戰友吧。在無數閃耀的機甲叢林間，他如天神降臨，左臂的青龍偃月刀劈開空氣。當我顫抖着拿起這尊戰神，塑膠冰涼的觸感卻讓掌心發熱，彷彿有無數冒險在血管裡奔流。在2年級考試前夕，我遇到一道數學難題的時候，我想也想不到答案。就在我準備放棄時，我的戰神彷彿在安慰我。他說：遇到困難不用怕，最怕的是放棄。不知何時，我好像得到了老天爺的眷顧。我立刻頭腦清醒，及想出了答案。上年籃球班比賽分數落後時，我呆站在籃球場上，盯着自己累得麻木了的雙腿，忽然想起他失去下肢卻仍然昂首的姿態，我便咬牙進行比賽。當我終於射入決定性一球時，歡呼聲中似乎混着熟悉的撞擊聲，像他用刀柄敲擊地面的喝彩。對不起啊，戰友，原來你早已把雙腿化作了我的勇氣。你看，我們並肩走過的路，不都在彼此身上長成了看不見的鋼鐵羽翼嗎？那些缺失的零件，如今都成了鑲嵌在成長軌跡裡的星光。